校長、副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 2A 班鄭佑希，今日又到我哋校園電視台嘅早會。首先俾我哋有安靜嘅時間，以祈禱開始今日嘅早會。將時間交俾樂道中學校牧周鳳明傳道，小鳳姑娘為我哋祈禱。黃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哋一齊咧同心嘅祈禱。親主耶穌，我哋咧返到嚟學校嘅當中，求你咧保守我哋今天嘅學習。近來咧天氣咧都時凍時熱，天氣嘅溫差好大，求主你保守我哋眾人嘅身體，讓到我哋都學習照顧自己，着適當嘅衣服，亦都咧好好照顧我哋身邊嘅家人同學，讓到喺呢個天氣嘅裏邊能夠咧有健壯嘅身體。主求你咧都紀念中六嘅同學，知道佢哋嚟緊咧都有中六嘅畢業試，喺考模嘅期間，佢哋咧需要好好管理佢哋嘅時間。求主你哋俾佢哋有節制，讓到能夠好好嘅集中去預備咧佢哋嘅考試，亦都咧積極備戰 DSE。求你都求主你都幫助，亦都咧賜下平安同智慧，讓到同學仔都有好嘅心態，有好嘅身體，有好嘅精神狀態去預備咧佢嘅考試。求主你紀念佢哋嘅需要，亦都顧念眾同學喺預備考試嘅情況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唔該晒小鳳姑娘，今日我哋好開心有嚴可瓊老師同我哋分享。將時間交俾嚴老師。大家好，我係嚴老師，今日好開心同大家做呢個早會宗教分享。開始之前，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覺得31025呢個數字大嗎？唔好急住查住，記住呢個數字。影片最後我會話俾你聽佢嘅含義。第二個問題，我想問大家：你係一個人嗎？你可能會覺得呢個問題好傻。但係我嘅意思係，你係一個活生生嘅人，定係好似遊戲裏邊每日重複動作嘅 NPC？ 你識得感受飢餓，識得行，呢啲只係生物嘅本能。人同動物同物件最大嘅分別，在於我哋擁有同理心、創造力同埋憐憫之心。當你意識到自己係一個獨立嘅個體，而唔單單係大環境下嘅一個零件嘅時候，你就唔再係 NPC。你有主見，有使命，你開始想去追尋屬於你嘅人生意義。或者好多同學都會諗，人生意義係咪要好似古代嘅詩人、科學家咁樣，要名留青史，對人類文明有巨大嘅貢獻？我哋普通人好難好似佢哋咁樣改變世界嘅。但係同學請記住，喺呢個世界上，哪怕我哋只係對其中一個生命產生咗正面嘅影響，咁樣，我哋已經為呢個世界增添咗一份光亮，我哋嘅人生就開始有咗意義。就好似最近宏福苑嘅葉太，喺火警逃生嘅危急時刻，逐家逐戶拍門通知鄰居，成功救回咗4個人同埋1隻狗嘅性命，但係佢自己就葬身火海。佢喺嗰一刻展現出嚟嘅無私同埋勇敢，唔單止拯救咗幾個家庭，更加令呢一份恩情喺佢哋嘅後代心中永遠流傳。呢啲就係一個人嘅力量。今日我將呢件事話俾你聽，就係喺度延續緊佢嘅人生意義，因為佢嘅生命仍然喺度影響住你同埋我。你遇見過影響你一世嘅一個人、一件事、一本書或者一句說話未啊？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罪人，即使被稱為最合神心意嘅大衛，而以色列嘅國王，佢都係一個罪人。大衛王原本只係卑微嘅牧羊人，但係愛慕神嘅話語同埋緊緊倚靠神，喺年輕時憑住信心擊敗巨人哥利亞，一戰成名。因為佢嘅勇敢同埋敬虔而深受眾人嘅推崇。後來佢被膏立為以色列第2任王，統一12支派，定都耶路撒冷，建立起堅固嘅王國。然而大衛亦都曾經因為貪戀拔示巴而陷入罪中。佢設計害死佢嘅丈夫烏利亞，犯下奸淫同埋殺人嘅大罪。但係佢真心悔改，作詩篇表達痛悔同埋願意受罰嘅心志。神因佢嘅誠懇悔改而赦免咗佢。響多年征戰之後，大衛向神禱告，話：我身為國王，住響華麗嘅宮殿裏邊，
但代表神嘅約櫃卻仍然喺簡陋嘅帳幕中。佢渴望為神建造聖殿，然而神告訴佢，因佢手上流咗太多人嘅血，唔准佢親手建造。大衛呢就冇抱怨，反而用剩低嘅時間去預備最好嘅建材，將一切留俾個仔所羅門去完成。當人心中有咗愛，有咗重視嘅人，就會生出無限嘅力量去做正確嘅事。呢份愛可以推動母親喺危急中抬起汽車救小朋友，亦都會令人犧牲自己嘅逃生時間去守護鄰居。大衛王嘅一生都係咁樣，佢因為愛神，雖然曾經跌倒犯罪，但係佢真心悔改，並喺剩低嘅時間裏邊竭力為神預備聖殿嘅材料，將最好嘅留俾後代完成。愛使佢唔計較自己係咪親手建造，而係專注於成就神嘅心意。最後翻轉頭去睇31025，其實呢個數字係代表你活到85歲嘅日子。日子每一日都喺度減少，但係你諗住點樣去運用呢3萬幾日呢？完全係掌握喺你知道自己係一個完全人，即係你立志唔做 NPC 嘅嗰一刻開始。最後送一節聖經金句俾大家，記載響提摩太前書4章12節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，總要在言語、行為、愛心、信心和純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。多謝大家。好多謝嚴老師嘅分享，今日嘅早會就嚟到呢度啦，將時間交翻俾各班嘅班主任，拜拜。